本頻道以分享道基師傅獨到嘅見解，傳播傳統正宗卻不為人知嘅玄學知識為宗旨。內容涵蓋四柱八字、紫微斗數、風水易卦、相學等多門術數。道基師傅會以坊間師傅及大眾所忽略嘅角度，包括現實世界中實行性嘅考慮，去審視並重新詮釋古今玄學。無論閣下是否擁有玄學知識，無論閣下正處於人生邊個階段，呢度唔單止能夠讓你識別江湖神棍與小人伎倆，更能夠讓你比別人企得更高，睇得更遠。本文於2024年5月8號刊於道基玄學網站。最近因為喺中港台享負盛名嘅鐵板神數師傅董慕哲先生逝世，令呢曾經讓無數人着迷傾微嘅神秘算命方式喺網絡界再度掀起熱話。早前就有多位學生及客戶因此而問起道基對呢種算命方式嘅睇法，我亦都一一回應咗。依家順道喺呢邊亦都簡單咁講下，以後盡可能亦都唔再重複啦。總括嚟講，道基係非常認同黃庭之前輩對鐵板神數嘅見解，其文章易於喺互聯網上尋得，在此不再贅述。於道基嚟講，鐵板神數並唔係一門術數，其實就單純係一盤數，係一盤結構嚴謹出自天才嘅數。呢盤數就要經過唔同嘅調整及設計，加上對方接受推算嘅一方適當嘅回應，係可以應用喺社會各個方面嘅。有啲魔術表演，例如某啲撲克牌技術，亦都有類似嘅表現手法。由於容易學習而又有奇異嘅效果，技術上嘅原理當然係越少人知道越好。呢點唔難理解。多年前喺內地出現，到而家仍不時見到嘅街頭攤檔，不講嘢知道你姓乜，所用嘅手法便是一種超低配版。有興趣嘅讀者不妨搜尋一啲相關視頻睇下點樣操作。咁道基係點樣界定何為術數㗎？凡係術數必然包括兩個範疇，一係數，包括代數、符號、意象等嘅推算；二係築基。世事萬物千變萬化，日新月異。然而術數上嘅數卻係有限嘅，有限嘅數係唔可能逐一對應日益增長嘅世事萬物，所以必然只能夠將佢分類歸納於各種代數、符號、意象中，之後經過相應系統嘅特定推算方式嚟縮窄範圍，再憑別人嘅知識、智慧、經驗，例如前人嘅分享與各種古今著作，或和命理師自身嘅知識、智慧、經驗去判斷出最有可能嘅結果。而築基則係靈感嘅顯現，築基係命理師自身受算方、數、時空多者嘅串聯，可以依附喺數嘅任何部分，表面上冇規則，但實質相當局限。脫離以上呢啲儀，仍能準確得知前事惑同埋預測未來者，就係另一樣嘢啦。本篇文章純屬個人意見，如有得罪相關從業者，道基非常抱歉，並藉此祈願正統嘅中國文化及術數不再被蒙污，光明正大而耀眼咁傳承下去。如果你對頻道或視頻內容有任何意見，歡迎留言話我知。謝謝收睇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生活愉快。